Hello，大家好，又嚟到新聞大排檔啊！TVB 處境劇《愛回家之三代同堂》啊，即將會承接呢個《愛回家》嘅開心速遞，成為一個新嘅大家撈飯劇啦吓。據消息指呢個《愛回家三代同堂》啊，將會以車婉婉啦、吳若希啦、李欣彤啦三代人作為主演，再由佢哋衍生唔同嘅故事線啦。一齊睇一睇，分析晒呢個故事大綱同埋角色關係嘅簡介，我哋一齊去片。唔該晒大排檔主持，歡迎大家再次返嚟大排檔。開始前請大家訂閱同讚好呢條影片，有意見歡迎下面留言。今日同大家講嘅呢單新聞真係關乎全港電視迷嘅大事，係關乎接檔《愛回家之開心速遞》嘅新處境劇《愛回家之三代同堂》。一文睇晒故事大綱、角色演員對照簡介，各位老友記陪咗我哋9年嘅開心速遞就快完結，接棒嘅新劇《愛堂回家之三代同堂》已經準備就緒，仲舉行咗造型記者會，公布咗詳細嘅故事大綱同角色陣容。究竟呢套新劇講乜？有咩演員擔正？今日大排檔就同大家詳細拆解，等大家提前了解定呢套將會電視撈飯嘅新劇。首先，我哋重溫下單新聞講乜。TVB 嘅新處境劇《愛台回家之三代同堂》將會承接《愛台回家之開心速遞》，成為大家新嘅電視食糧。造型記者會上，電視台釋出咗詳細嘅故事大綱同主要角色資料。呢套劇嘅故事主線圍繞住3個世代嘅女性展開，由車婉婉、吳若希同李欣彤飾演嘅三代同堂嘅唐家女人做核心故事大綱。講述車婉婉飾演嘅婆婆唐曹家冰，大半生相夫教子之後突然覺醒，由加拿大飛返香港進駐由吳若希飾演嘅單親媽咪女兒唐曼理 Leslie 嘅住所，決心揾返失落嘅時光同初戀感覺。原來當年亞冰因為女兒堅持要生下孫女唐心李欣彤飾，而鬧僵驚至亞冰突然回歸，仲同頭契嘅外孫女唐心聯手夾攻阿媽 Leslie，搞到原本平靜嘅唐家翻天覆地。同一時間，單親媽咪 Leslie 喺工作上亦都面臨極大危機，事業家庭同時告急。故事設定係一部關於女性覺醒、世代火花同挨衝擊嘅都市輕喜劇。除咗唐家3代女性之外，劇中仲有舅公曹家聰由李偉健飾演。另外仲有幾條副線，包括吳若希嘅辦公室線，有周志康、容天佑、伍少倫、林子毅、潘靜文、洪曼勤同婉兒等演員飾演佢嘅同事同下屬，而親朋好友線就有趙俊成、關耀俊、侯俊熙、廖家爵同胡敏之分別飾演吳若希嘅同事、男朋友、兄弟同埋李欣彤嘅大學閨蜜等等。幕後班底方面，監製係羅永賢，執行監製嘅編審係馬俊瑩，另外仲有謝浩洋同潘日豪做執行監製。講到呢度，大排檔同大家深入分析下呢套新劇嘅幾個重要信息。第一，呢個故事設定反映咗 TVB 企圖透過處境劇探討更現代嘅社會議題。以往嘅處境劇多數集中於家庭倫理同日常生活趣事，但三代同堂明顯加入咗女性覺醒、世代衝突同挨衝擊呢啲較新穎嘅元素。故事講述一個傳統婆婆突然覺醒，要追尋自己失落嘅人生。呢種設定本身就充滿戲劇衝突同現代女性自主嘅色彩，同時將 A 元素放入處境劇，亦都顯示劇組希望與時並進，貼近社會科技發展，為傳統嘅處境劇注入新鮮感。第二，呢個演員陣容顯示出 TVB 有意以新舊搭配嚟吸引唔同層面嘅觀眾。車婉婉係實力派演員，有豐富嘅演出經驗，能夠壓住個場。吳若希就係跨界藝人，既係歌手又有拍劇經驗，有一定嘅知名度同觀眾緣。而李欣彤就係較新嘅面孔，可以為劇集帶嚟青春氣息。呢種三代女演員嘅組合本身就呼應咗劇集三代同堂嘅主題，而且可以同時吸引到鍾意睇實力派、偶像派同新面孔嘅觀眾。另外，配角陣容入面都有好多值得留意嘅名，好似周志康、容天佑呢啲近年曝光率幾高嘅綠葉，同埋一眾新晉演員。
顯示 TVB 想透過呢一套長劇嚟磨練同提拔新人。第三，呢個故事設定亦都充滿咗潛在嘅戲劇衝突同喜劇元素。一個覺醒嘅婆婆聯同孫女一齊對付單親阿媽，呢個家庭組合本身就充滿火花。三代女性嘅價值觀差異、生活習慣摩擦，再加上愛情線同事業線嘅交織，可以衍生出好多嘅好笑又感動嘅情節。而 AI 衝擊呢個元素，更加可以加入好多科技同人性嘅對比，為喜劇注入更多唔同嘅層次。如果編劇能夠好好運用呢個設定，絕對有潛力成為一套有深度得嚟又輕鬆惹笑嘅作品。至於網民反應，呢單新聞出咗之後，喺網上引起咗幾熱烈嘅討論。愛回家嘅忠實粉絲對於新劇當然非常關注，但反應就比較兩極。有部分網民表示期待，話車婉婉做戲好睇，會支持。有吳若希又幾新鮮，三代同堂呢個主題幾有趣。但亦都有唔少網民對開心速遞完結表示唔捨得，話仲未接受到愛回家要完，點換都唔及得大小姐佢哋。對於新劇嘅演員陣容，有網民讚賞車婉婉終於有機會擔正，亦都有網民對部分新演員嘅演技有質疑。另外，有網民對 I 衝擊呢個元素表示好奇，話處境劇講 I 會唔會太深，希望唔好太離地。總括嚟講，網上輿論暫時都係觀望態度居多。大家對新劇有期望之餘，亦都有好多疑問同不捨，要等劇集正式播出之後先知道反應如何。總結今晚嘅新聞大排檔，《愛唐回家之三代同堂》作為接棒開心速遞嘅新處境劇，由故事大綱到演員陣容都展現出 TVB 試圖求變嘅決心。佢哋唔再滿足於單純嘅家庭瑣事，而係嘗試加入更多社會議題同現代元素，希望為呢個長壽系列注入新生命。當然，要取代開心速遞喺觀眾心中嘅地位，絕對唔容易。尤其係大小姐等人嘅角色已經深入民心，但新劇有新鮮嘅故事同配搭，亦都係一個好嘅開始。我哋就拭目以待，睇下呢套三代同堂能否成功接棒，繼續成為香港人嘅電視撈飯涼拌。最後，如果你都係愛回家系列嘅粉絲，或者你對呢套新劇有乜嘢期待或者疑問，歡迎喺下面留言區同大家一齊討論。你覺得車婉婉、吳若希呢個組合吸唔吸引？你對女性覺醒同 I 衝擊呢啲元素有咩睇法？記得幫手 like 同分享呢條片，等更多人可以了解呢套新劇。今晚新聞大排檔講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